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4。用拉书2章20安尼讲：我伫危急的时求救上主，伊有应我。我对阴间上深的所在哀求，你有听到？三角来祈祷，伫阮危急时有应阮，伫阮哀求时有听见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要称颂你的名，因为你是满有怜悯、满有恩典的上帝。你的耳孔袂捌转离无听阮，你的慈爱袂捌隔断离开阮，就是伫阮无助甲绝望的时，你犹原伸出你大能的手来拯救阮。主啊！我要尽阮一生来回应你的无比的疼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拯救阮的上帝。你予阮伫深渊的中间，犹原有盼望，就是阮伫黑暗中，你犹原予阮的祈祷达到你的圣所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因为阮伫危急的时求救你，你有应阮。阮对阴间上深的所在哀求，你有听到？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